07、17歲，而家讀緊高二。來自哪裡？中國香港。你是什麼膚質？油皮。你們女高皮膚好的秘訣是什麼？冇乜技巧啦，我好似皮膚天生就更好㗎。06、18，高中剛畢業，會化妝之後才懂得清潔非常重要，清潔不到位就很容易長黑頭、閉口什麼的。那你皮膚這麼好，有什麼秘訣嗎？我在用的就是 DPU 鼻貼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這種鼻貼類的，專門貼鼻子上做清潔的，反正衣服一刮，黑頭輕輕鬆鬆就沒了，超方便。08、16，高一，我媽媽會定期帶我去美容院美美呀，效果就會比較快嘛。07、18，讀高3，來自中國香港。我以前會經常用手去擠黑頭痘什麼的，然後後面就會發現自己的皮膚越來越差。現在用的 DPU 鼻貼又溫和清潔的又好，關鍵是好用不貴。今年19歲，就是我會定期做一些清潔，比如說可能用科顏氏的一些產品。香港07年17歲，我哋朋友同我推薦嘅 DPU 鼻貼，完全解決咗我外出油同埋有黑頭嘅啲問題。好似我而家鼻哥乾乾淨淨啦，即係連毛孔都睇唔到。